哥，哎，这包枪都被人家拍完了耶，怎么办？可以拍这个哦。你那么胖有什么好拍的？不是我，是这件圣甲虫战术衬衫。这件是 Kikanika 圣甲童的短袖透气衬衫，主打的就是耐穿、透气又舒服，用的是防撕裂布加上抗菌排汗的网布，流汗也不会闷，也不会有味道。后背跟腋下都有透气开孔，活动起来很顺，不会卡。它的版型很稳，可扎进裤子，也可以放出来穿，休闲或工作都合适哦。不管是上工、骑车还是出去玩，一件搞定，穿整天也不会不舒服哦。虽然我不太会介绍衣服，但这件衬衫我穿了一阵子，真的觉得很棒，真心推荐给大家。喜欢的都可以来征服者看食品现场订购哦。